再來看台南下營區的治水工程呢，是因為去年去挖到2800公頃的遺址，所以今麥規個治水工程攏已經去遷掉啊。本地評估才會分配這搶救的經費是愛上億，今麥經過市政府協調，是決定要來改變這個工程的設計。目前規劃這文資團隊對7月就會入場啊，要那工程的部分按算是9月就會恢復施工。來到台南下營抽水站工地現場，幾乎攏無動，甚至嘛無看到人。這個開2.81的下營排水閘門和抽水站工程，去年煞挖到2800公頃的油污味文化遺跡，發現真罕看到的8度形的沼氣。地書工程只好停工超過半冬，本只年底就通完工，這陣無法度按時完工，周邊道路封起來，通勤的民眾加減怨嘆。這下營迄邊的人為啊，這交通無方便的物件是錯甲六橋呢，真正呢。啊，是。哦，我若放路用大一點哦。這路的部分，我最近會當啊恢復噶啦。公共建設和文資保存的衝突點，上主要就是錢的問題。起頭評估搶水費用上無愛1億，水利局根本無法度負擔。經過市府協調了後，因決定變更設計，透過縮小排放專用暗坑的開挖範圍，成功把搶水費壓低到4900萬。這筆錢將會動用市府第2億美金，採用分年變預算，因希望在文化資產保存和民生治水之間找到平衡點。檢討就是縮小我們的整個施工所需要的範圍，包括前池等等來盡量減少這個挖掘的面積。另外，我們目前可以優先來做主站體的一個趕工。文化局的考古中心，他們會跟水利局的工程單位，然後一起去進行一起開挖的一個工作。那開挖之後呢，就是考古中心他們就會把這些搶救下來的一些遺址呢，另外的去進行後續的清理、整理跟盤點。這部全新的機場，文資團隊按算7月進場，用2個月來完成清理。那9月高雄工地恢復抽水站施工，雖然完工時間確定會延到明年，不過水利局答應會評估先開放路段，後民眾通車，減輕負擔。面對風台幾百高啊，施工團隊講到時拼死趕工，維護史前遺跡的保存，變作下營居民飲水惡夢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